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这个立法院，进前立委廖国栋有2个助理来确诊，结果今仔日立委廖国栋本人嘛确诊了。立法院长游锡堃进前就有讲若有2个立委来确诊，就会启动视讯来开会。另外，这个校园的疫情也是真严重，这个家人学生的人数上多，县议国小有人确诊，所以停课10天。都家长真怨气哦，讲都爱把这个工课放落来接囡仔，但是佫袂当来请这个防疫的照顾假，实在是真困扰。本土疫情来甲真凶个明，和立法院无人着。进前立委廖国栋的2位助理确诊 ，CT 大家传播力强，即马佫传出有立委倒着，若是达到2个立委确诊，立法院就可能改做网络开会。那我居家隔离的一个时间是到4月7号就结束了，那之后的就是自主健康管理的一个期间，所以目前状况都还好。助理确诊之后，居然只有针对中心大楼8楼的进出的这个委员跟助理要做快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真是太荒谬了。那政府机关成立滚头配，疫情嘛拢拖来到学校，教室内底剩无几个囡仔，全部拢是因为临时停课，伫咧等家长甲因接回去。家人学生人数上侪县议国小出现确诊个案，宣布全校停课10天到18号，家长家己当先甲工课放咧，赶去到学校接囡仔。因为家里没有人在啊，所以你还是要放下工作陪小孩子啊。像政府没有升3级，我们也没有防疫假。停课造成困扰，唔难呢。为囡仔平常时啊是阿公阿嬷咧带，啊无咧用网络手机啊。透早就甲囡仔带去到学校，才发现已经改做网络教学。就惊袂当处预防性囡仔去病毒影响到健康。停课的学校逐工变多，花莲即马包括花莲女中8间学校停课，新竹今仔日就增加10间，拢总16间学校停课。桃园是1要35间学校停课，包括民团大学嘛伫咧名单内底。高雄型防疫旅馆无拢开始伫咧准备。有一家防疫旅馆转型为加强型防疫旅馆，4月22日进驻医疗团队。本土疫情愈拖愈大，那拖去入院，无拢拖来到学校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